228事件79周年，民间团体发起纪念行动，游行行过重要的历史地点，表达追思。巴基斯坦甲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冲突愈加愈严重，双方的死伤人数超过了1000人。日本的企业推出自动洗身躯机，倒入去15分钟就洗好洗，一台是要卖1200万的代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起先，就来看228事件明仔载79周年，民间团体发起纪念行动，游行行过228事件重要的历史地点，表达追思。台南用基金会表示讲，今年尚无有2000人参加，人数是往年4倍，尤其是少年仔特别多。游行刚到228事件爆发的地点天马地房，伫咧228和平纪念日的前一天，民间团体发起79周年的纪念行动。牧师伫咧纪念碑头前浸土地献红玫瑰，向英国因为国家暴力牺牲的受难者表达追思。去甲因讲，有人为了因的明仔载，献出因的今仔日。民众以严肃的心情，着手行往228公园含英国的台湾行政中关公署一个重要的历史地点。有艺术家用画笔记录所看到的一切，嘛有定参与社运的民众讲，这回少年家特别多，心内真感动。虽然这些受难者已经不在，但是他们的受难者家属也逐渐凋零。但是这些事情应该是由我们年轻这一代应该要去做的，继续说下去的。遐少年家特别足多，因为今仔去休困吼，大家拢有想要了解台湾的历史啦，总是踮咧台湾，对唔对？爱家己的国家。台南用基金会指出，今年128.0纪念行动尚无有2000人参与，是往年的4倍。最近社会真侪人开始对历史产生好奇，基金会表示，这是一个值得珍惜的时机。的确，还是有很多人还不知道。借由这个机会，能够让还不知道的人去理解，每一个契机我们都应该珍惜。这就是我们以及这些长辈们愿意在这边持续跟大家发声的原因。基金会表示，嘛期待大众继续透过对历史记忆和理解的深化，才通建立台湾主体性、延续民主、抵抗侵略。记者卢尚如、郑准尧台北报道。白色恐怖政治犯其实唔係台灣人，也有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家的學生，因為思想審查、身份背景的問題，去互監控掠起來。一寡東南亞的學生的案件，話是到今也查無真相。1963年，馬來西亞的僑生盧祖峰來台灣讀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煞無法度過轉去故鄉。伊的小弟盧祖海是厝內頭一個接到學校魔術電報的人。第一個自找的就是為子弟自封自殺，我就停在那邊了咯。心情也不大好了，一下子就哭起來了。盧祖峰後來互人發現死佇政大附近的指南宮，當年報道是為情自殺，不過真儕年後，家屬重新看相關的文件，發現案件有真儕疑點。這個就是埋下去的許可證，胸腔內出血，休克致死。家屬對盧祖峰死亡的原因懷疑，盧祖峰死亡了後，佇短時間內落葬，案發時間嘛拄仔是台灣戒嚴時期。這10年來，家屬真濟介社批拜訪台灣相關單位，甲他攏無得到正式的死亡證明。50年內，就是那50個，沒有不知道他是葬在那裡，葬身在那裡死，什麼原因死，什麼人，這些完全不知道。盧祖峰的案件毋是個案，研究指出，戒嚴時期部分東南亞來僑生，因為他左派一切，也是聽廣播，甚至敢若因為身份背景，都互人加禁，也是遣返，人生被迫中斷。當年他們被抓的時候，他們是沒有中華民國國籍，那也主張說，我是馬來西亞人，我是泰國人，我是有英國護照的，為什麼不要把我遣返回我的國家？給我自己的國家的生活，是不是共產黨員呢？今嘛家屬提出明確的訴求，家屬要求台灣當局尊重家屬提出有關余志峰不是自殺的論證，立刻成立一個獨立專案調查組，就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当年胸腔内出血、休克致死、余志峰命案，火速下降。深入探究。记者致函侨务委员会，他们表示多次函请各单位协助，但由于年代久远和人事更迭，加上政大部分档案在水灾中遗失，因此未能查获相关事证。若是家属要求台湾当局发死亡证明书，侨委会讲，正在函文可见余志峰已经死亡，法院裁定并不是生死不明的失踪人口，所以无适用死亡宣告的制度。相关的文件已经提供给家属。公司国际记者刘万山马来西亚槟城报道。国际消息来看，美国的大好家人爱普斯坦的性犯罪牵涉真侪名人，甚至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嘛，因为甲爱普斯坦互动真侪，受人怀疑。将美国前国务卿希拉蕊也是在克林顿的太太，就去国会作证，强调讲伊是无甲爱普斯坦见过面，也确定讲伊的翁婿克林顿是唔知影爱普斯坦的犯罪行为。也那克林顿明仔载也去国会接受质询。希拉蕊嘛伫咧这听证会的时阵，点名现任的总统 Trump， 讲这 Trump 出现伫咧爱普斯坦的档案当中滚落解 ，Trump 应该出来解释互清楚。为着调查爱普斯坦案真侪可疑的所在，而且而且美国正常宽贵涉案的程度，众议院的监督委员会日来开始是分别对前总统克林顿翁仔某展开调查处证。希拉蕊伫作证的时阵表示讲，伊毋捌见过爱普斯坦，嘛毋捌坐过伊的飞行机，去过伊私人的小岛。爱普斯坦的前女朋友麦斯威尔，伊嘛只是熟悉尔尔。I never met Jeffrey Epstein. Never had any connection or communication with him. 克林顿翁仔某本地是拒绝出席，但伫国会议员威胁要启动看清国会的定数了后，因才同意。过程中阁发生意外，共和党的议员波伯特偷翕希拉蕊作证的相片，而且流出去，互一个网情团结的网络，中嘛造成作证法庭。伫希拉蕊后壁坐落来前总统克林顿，嘛要第27去国会来作证，不过希拉蕊已经身体因身死来消毒。The chronology of the connection that he had with Epstein ended several years before anything about Epstein's criminal activities came to light.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莫表示讲，敢若是克林顿伫总统的任内，爱普斯坦就捌造访白宫有17摆遮尔济。卸任了后，克林顿阁真侪摆坐伊的私人飞行机罗里塔快线。第伊成立主审委员会，克林顿全球倡议的时阵，拄好阁是爱普斯坦正接出入欧美正常名流口的时间。克林顿和爱普斯坦是做伙收水，阁做伙浸烧水池，阁有和查某囡仔做伙翕的相片嘛，变作议员们的焦点。I would just say one of the things I learned today is if you really have specific questions about the 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 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intons and Jeffrey Epstein and Ghislaine Maxwell, you got to ask Bill Clinton. And that's a great point. The number of times that she said, I don't know, you'll have to ask my husband, was more than a dozen. 不过，根据司法部解密的爱普斯坦档案，前总统克林顿看起来确实是无涉案，嘛无法度证明讲伊知影爱普斯坦的犯罪行为。另外，嘛无受害者讲伊有不当的行为，这和现任总统川普的状况真相同。只是川普的名伫司法部的解密档案内面是出现38000外摆遮尔济。26作证了后，希拉蕊指控监督委员会得无政治表演，佮要求川普嘛必须要出面来作证。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因为领土恐怖攻击种种的原因，巴基斯坦甲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冲突愈来愈严重。巴基斯坦是讲，因已经断死超过72个塔利班的兵，毁掉对方包含弹药库、军营等16个据点。也若是阿富汗也讲，因的行动当中断死对方55个人。不过巴基斯坦是反驳这个伤亡的人数。联合国就出声呼吁这两国要用对话来代替武力。也若这个国家卡达是按算要做中人出面敲停火。塔利班伫暗暝时阵用火箭炮攻击巴基斯坦边界的哨站，各派地面部队向目标展开攻击。8 بجې باندې موږ عملیات شروع کړو او دا مو انتقامي برید وکړو چې د خپلو هیوادوالو انتقام او بدل واخلو ترڅو هغه پورې به موږ جنګیږو چې په بدن کې مو یو څاڅکی وینه وي. زموږ محصلین شهیدان کړي د مکتبونو او د مدرسو او زموږ جوماتونه یې بمبار کړي دي.
塔利班讲，这是对巴基斯坦空袭首都喀布尔所展开的报复行动。巴基斯坦对这件代志已经搁空袭喀布尔来回应。2026年，这两国的关系都一直真紧张。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伫巴国境内发动攻击，引起巴国对阿富汗境内投产恐怖组织的忧虑，同时强化边境的警戒。不过2月初开始，恐怖攻击毋但无减少，搁快速升温。另外，据点设伫巴国境内的塔利班势力，也就是所讲的 TTP。嘛加入攻击军警的行列，所以巴国都把箭头指向阿富汗塔利班政权。You promised with the world, your land will be not used by any terrorist force against any state. But unfortunately, आज अफगानिस्तान की रियासत पाकिस्तान के खिलाफ इस्तेमाल हो रही है。巴基斯坦伫2月中一方面对阿富汗提出外交抗议，同时对阿国境内的武装分子发出最后通告，不过情况并无改善。巴基斯坦为2日开始空袭塔利班据点，塔利班是为地面发动报复的攻击，双方互相攻击。根据各方公布的资料，巴基斯坦讲，伫家己境内加阿富汗，拢总拍死超过200个塔利班成员。塔利班方面是讲，真济个攻势拍死巴国军警差不多40人左右。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美国调军队过中东，甲伊朗施压，惊美国会真正发动攻击。伊朗是已经在甲美国超谈判，昨已经伫咧瑞士超第3轮，风声有重大进展。这双方后礼拜会搁伫咧维也纳会谈。结束第3轮伫日内瓦阿曼大使馆的美伊协助谈判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吉接受访问的时面带笑容，伊表示这是美伊两国到单为止针对协助甲制裁上严肃的谈判之一。伫一寡议题上，两国的共识已经被挖。همینطور تصمیم بر این شد که خیلی زود شاید در کمتر از یا حدود یک هفته آینده دور بعدی مذاکره برگزار بشه。伫中超车阿曼部长，阁有一个美国高级官员，嘛向媒体透露这面信息。下一场的技术性会谈真紧就要伫奥地利的维也纳举行，不过伫制裁议题上，美伊之间意见犹原无同，主要是美方要求德黑兰做出重大让步，才愿意解除制裁。So if Iran agrees to continue suspension of uranium enrichment, which is fact on the ground, followed by maybe a much more limited enrichment program that the IAEA would determine is not prone to proliferation and to weaponization, then that would be the basis for an agreement. 外语组表示，谈判破局的代价，美国已經展示甲明明。目前林肯號甲福特號兩個航母打擊群已經佇波灣甲荷姆茲海峽附近會合。另外150隻，包括 F-22甲 F-35等戰機，嘛已經部署佇美軍中東基地。專家表示，外交選項當然是比軍事選項成本低，嘛較有持續性。美伊談判未來若出現重大進展，就代表雙方攏退守底線，做出讓步。公司新聞王珠梅編譯。美國總統 Trump 話要愛格陵蘭這塊島，目前掌握格陵蘭主權的單位，總理就宣布3月20日要提早國會大選，因應格陵蘭的主權爭議，也有羅西亞的威脅。因為這北歐的地理位置是跟羅西亞真倚近，所以講冰島嘛宣布要重新公投來決定講，敢要重新啟動加入歐盟的談判。丹麥總理胡瑞德李克森2日伫國會宣布，已經向國王請求，佇3月20日舉行大選。儘管胡瑞德李克森目前的任期是到2022年年底，不過美國總統川普對格陵蘭的野心，甲羅西亞佇北極地區的軍事擴張，表達要愛透過新的民意授權來穩定外交局勢。胡瑞德李克森強調，丹麥必須強化武裝來應對東方的威脅。Danmark skal fortsat opruste og være med til at beskytte Europa mod den russiske krigsmaskine fra øst. Trusler fra vest og risiko for terror fra syd. Sikkerhedspolitikken er og bliver selve fundamentet for dansk politik i de næste mange år. Det samme er den stramme udlændingepolitik. 面對向提早的大選，丹麥民眾反應無相共。雖然總理伫格陵蘭爭議當中展現強硬的立場，互民調回升，不過嘛有選民對政府過去幾檔的施政感覺失望。反對黨佫較批評總理選佇這個時陣投票，純粹是為着個人的政治選舉，唔是真正關心政策的落實。We all knew that it was coming sooner or later. I think it's typical of her to make it that quick when the vote
surveys, which have been out for some times now. I'm going to vote for her. 受到地缘政治局势未稳，甲生活成本哪来哪悬，冰岛总理胡勒斯塔特蒂尼最近伫出访波兰的时宣布，冰岛计划伫未来几个月会举行公投，决定敢是要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捌伫2003年放弃入盟，不过俄乌战争爆发了后，民众对区域安全甲经济稳定表现出真大的寄望。这场公投，人看做是冰岛深化甲欧洲整合的重要机会。I think we share that attitude towards the importance of whether Iceland joins the EU or not, the importance of we having a shared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tinctiveness of every country in Europe, but also joining together as a group. 为丹麦防卫转型，甲冰岛的亲欧转向，这波北极政党重新界定欧洲的势力版图。伫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甲罗西亚的威胁愈来愈强的状况之下，包括各国如何伫维持自主性，佮伫区域盟友之间抓中和，是未来几个月观察国际变局的核心焦点。公司新闻郑文仁编译。日本有一间企业推出自动洗身躯机，这倒入去15分钟，就会当甲你洗甲清清气气。不过这是一台要卖1200万的台票。白色的浴缸，乌色半透明的一床挂，床体内底还有一个半倒式的椅仔。这台长度大约230公分，看起来像是加木工厂的机器，是日本科学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未来人类的洗身躯机。早伫2005年台版关西世界博览会就8点出柜了。はい、閉めてください。行ってきます、未来に。はい、未来体験、いってらっしゃい。使用者倒入洗身躯机了后，头前会显示出影像，甲使用者讲准备要放水洗身躯才过程。等床体内底放水到一定程度了后，煞就开始喷有这个真油气泡的水，开始来替人来洗身躯。体をきれいにする部分というのはこのファインバブルという、技術で、泡を使って石鹸洗剤を一切使わずに。頭の先から足の先まできれいにする。入った方の背中で脈動を取ってセンシングをして自律神経の状態を判断して。这个洗身躯机使用的水温大约是38度，利用3/1000毫米甲1/1000毫米这两种无同寸少的微气泡，甲人体顶面的皮肤的油甲垃圾甲洗掉。规个过程使用者拢无需要刷叮当，也是用物件来入洗身躯。洗身躯的过程中，内底也会投影萤火也高山水这风景，并且根据感测的人体心率播送，互使用者更加放松的音乐。洗好了后，身体也使烘干。不过，这套全自动的洗身躯机是无烧，要6000万块入票，相当大票1200多万。要卖有啥物族群呢？暂时上向爱这个高级奢华品的人，也是水疗、养老机构等。那感觉收费也在小可等一个专門為登記照護機構設計簡化版的洗身躯機。今介護施設というのは非常に人手不足、特にヘルパーさんの労働力の負担が大きいのが入浴介助です。2人がかりで抱きかかえて、洗うと。简化版的洗身躯机有加今年3月上市，无华丽床挂甲动影设备，只有配备椅仔的浴缸，配备予使用者会使入去坐小门，有价要卖145万块入票，相当大票29万外。国际新闻，陈思彤编译。新加坡的航空店一款全自动驾驶的飞天计程车真正人目，时速是会当飞超过320公里。而且因为遮安静，是电动车，今年可能就会头升一个杜拜大成就咯。门掀一边，车门就自动开开。这台造型古锥的飞天小鱼，在新加坡航空店是不加食目。伊是波音子公司推出上新一代飞天车，外形亲像直升机，会当徛得起降，内装亲像一般计程车同款有车位，而且全电力驱动，有自动驾驶的功能。Roller bag goes in the front, which is our front trunk, and then personal items can be fitted here for each person that's sitting. 业者表示，这款飞天车的飞行速度会当到1点钟322公里，航程大约161公里，希望提供快速、安全、佮方便的服务，解决大都市误塞车的问题。目前全球有50个业者投入研发飞天车，因拢看好飞天车的发展后续，认为亚洲市场有真大的商机。I see Asia as actually the biggest market in the worl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the number of megacities in Asia is greater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and these solve that urban transport solution.
如今，这款飞天车的技术甲相关基础建设，拢已经大大成型。不过，因为美国油源有监管的问题需要克服，因此上早实现载客梦想的地点会是杜拜，时间可能会伫今年底。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有调查指出，6岁到14岁会晓讲台语的台湾人比例是干那7.4%。有学者就建议讲，公部门甲地方应该提供台语服务，增加使用台语的机会。今仔办这公听会，后壁搁要拖用国语好不好？今年1月，立委王义川伫立法院公听会讲台语，说互人要求讲华语。台语伫公共空间受打压的情形，引起社会讨论。这几年虽然文化部有办真侪台语活动，不过咧公共空间却也是真罕伫听到台语。民间嘛用家己的力量，伫一寡病院、咖啡厅等等提供台语优先服务，希望互台语使用者伫生活中嘛通自然讲台语。大部分的人嘛是中国话反应为主。较侪啦，我感觉欠缺自信的台语使用者的一个结果啦。若是有一个咱主动性去甲因讲台语的时阵，伊嘛会较正讲台语。爱互因知影讲，其实咱咧讨论遮一寡镜头啦、无属实的啊吼，遮其实咱拢会当用台语来去讨论、来去解说。这几年嘛有台语团体呼吁政府袂当把资源集中伫教育甲文化，嘛着为地方通行语来做。有学者指出，其实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有公布施行通行语的相关程序，呼吁政府着配套积极回应民间的诉求。比如讲，教育机关，我们要回应囡仔有权利接受伊的母语教学的权利，我都已经提供地方政府会当把咱的台语当作地方的通行语，这物件你要变做解决，只需要透过资源然后去实施。当然中央伊嘛要提出一套鼓励的方案。学者建议要有奖励机制，鼓励公部门和地方推动台语服务，嘛通建立台语社区，也是地名、路名的台语标识，去做语言景观。文化部表示，未来会照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做，包括各种奖励母语社区，也是用媒体资源提升民众兴趣等等。那教育部嘛打算今年伫嘉义设台语沉浸式的学习基地，来扩大台语的公共空间。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这几天的母语专题，咱是注目西班牙自治区加泰隆尼亚，因是为着发展加泰语，政府带头设立专门的部会处理母语政策，除了靠教育，也运用媒体资源。咱来看台语台伫咧西班牙专题报道。伫市区的街仔路，人是来来去去，有南欧热情的气氛。伫巴塞隆尼亚，大约800万的人口当中，有要4%是外来移民。伫首都巴塞隆纳，用加泰语正做主要日常语言的人，比例已经降到差不多27%。不过加泰语上大的危机是中央甲地方有根本性的争议。L'Estat espanyol i Espanya de que parlem català per molestar, que parlem català com una mena de patologia estranya i el que defensem és la normalitat a viure plenament en català. 2021年，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加泰隆尼亚各级学校至少有25%的课程爱用西班牙语来上课。这项有争议的判决，互看作是中央甲地方连语言政策冲突上界关键的所在，这嘛互语言议题更加政治化。Spain, but because you believe that your country is under threat, you know, and you want to defend it. So that would be the feeling. So, and then the conversation is very difficult because it's a zero-sum game. So either you win or I win. Sí, claro. So creo que ahora ya está. 伫马德里的市区有一间台湾人开的餐厅，长期住伫西班牙，也就是这间餐厅的头家陈宗正，伊用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伊的观察甲看法。恁就是袂当分开，无法度独立。所以就到真嘛，但是我就想讲，我家己是感觉语言加泰隆尼亚语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后的倔强。甲镜头叫转来台湾，咱的本土语言嘛捌长期受到限制，为了重新复振咱的母语，公共媒体透过做新闻甲节目，拍拼互母语会当重新返来公共空间。台语台成立最上重要就是语言的平原。
第二个是多元文化吼，语言是文化根，你个语言若无去，这文化就慢慢消失嘛。为加泰罗尼亚因素期降低，最高法院制度介入，到台湾公共媒体语言发展推动。语言安怎互对待，一般拢反映权力安怎运作。当母语互压迫或者是操作，受伤害的清在是规个世代。这款的错误，咱一定爱会记哩这个假事。记者易英宗，西班牙台北采访报道。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